收看古井情深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死心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惊，笑笑一句，虽然若无看破会当安怎？无情人。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人目屎好干，唔通留半滴好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。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要一个3分2，路顶这个5分6，西时啊，迄个要这个。阿娇啊，你嘛来甲我斗算者，看要哪本才会平。注意啊啦，莫转来乌白主意哦，凊彩哪本拢公平啦。嘿，讲到这个戏事嘛，你奇怪，我明明甲交代讲，叫伊较早来才讲，啊，佮当无看呀，你在创啥物啊？你讲细声，你今日无听的哈？你若规气哦，叫管区的来起来就好啊嘛。当咱这管区的，倒一阵字也无熟啦，叫伊来你啊，莫放伊走到阿弥陀。头拄阿母哦，去阿爸房间，迄两个老七七厝厝在咧讲啥呢？这你放心啦，安怎讲哦，阿母拢为难啦，哈。我甲你讲哦，咱若是搬喺街仔大吼，你莫倒咧加油吼，叫恁老母来甲咱大。我一个人哦，伺候恁爸仔叫3年足忝的哦，佮母一个老来要我行我给你变变。你哪讲安尼啊？都讲我你啥唔对啊？我叫你去足委屈啦呢，我够超过了。好啦好啦，财产分本了才讲啦。阿爸嘴念讲分财产，即摆唔知阿爸心肝哦咧闭啥物梦？时到伊若拍一个红粉互咱教哦，咱即摆所讲拢无算啦。哎呀，更讲这种无可能。老爷，气罔气吼，身体我咱爱顾啦。药我给你贴转来，来，啉两喙啊。咱迄口水有出水无？大口口啊，免那有水来啦。啊，迄口钱哦，天若要甲咱收倒转去，咱嘛无法度。莫想遐济啦，来啦，药我啉两喙啦，趁烧。来，搁啉一喙啦，多啉一罐。妹弟啊，哈，我要甲你交代的话，你都爱记记在心哦。你千万哦，都唔通误人甜蜜啊，因翁仔某会甲你友好哦。连细汉仔共款袂远的。啊，你是讲为道气，啊，愈讲愈离经。啊，甜蜜啊，为什啊唔友好啊？啊，唔是讲我在温准伊啊咯？啊，温准伊啊，我唔敢想啦。伊若莫甲我惹代志吼，互我平平安安咯，我就下天下地啊啦。老爷，连到我迄坑里啦，歹囝袂黄的啦，你莫感觉妄想啦。哎呦，囝是你生的，
啊，你也唔知伊的姓，若要叫准伊啊，来甲伊兄弟啊计较财产、分财产，伊绝对袂啦。我即马还阁有一口气伫咧喘，那你甲准伊的代志，无我交代好势。啊，我心真艰苦。讲过年过啦，你看恁，讲安尼大气喘袂离啊！弟啊，我甲你讲哦，你都爱会记的会记的哦。你若无照我的交代哦，我若死哦，我做开都要找你哦。讲过年过啊，身体较要紧吼。我甲你讲。啊，你知影吼？回去啊，准伊啊若转来，叫伊进来看我的。嘿，组长啊，当你一直坐遮嘛无效，规气咱来廖俊义因兜啦。啊，廖俊义若唔转来，你就踮遮坐到暗。等到暗是安怎？就准讲等到明仔早起，嘛是爱等落去啦。若准讲爱等吼，暗时互你讲，我来休。等到明仔早起啊，才搁互你等。天光搁我等，哪会用安尼？安那？我问你咧，你伫今后敢无学着？我学啥？学讲吼，这喙甲天起来，点讲我话啦。我若判断无唔对，应该是要转来。组长，你过来。组长，是廖俊义无唔对啊？我来先啦，紧行过来。无啦，组长啊，我看咱应该先申请支援啦。咱也无穿防弹衣啊，啊廖俊义伊的火力唔知有偌强的，敢若靠咱两支枪，敢掠伊会着？试看下才会知，行。最正是答应。哎，哪安尼？比如，你先要来因大兄的饼店遐听，但我代志若办到我会比较顺。好。迄水本来真会济，话打就打，嘿，真奇怪。本做兄弟，啊，搁要来甲打唔来，这一声望你啊！真的。组长，我唔惊。我最惊伫内面咯。高兴。
我准去啊！阿爸，我准去啊！转来啊！看到宝贝囝转来呢，偏好一半啦。阿爸，准儿啊，你有看无？因人可能爸操烦啊啦，食遮济戏啊，讲也讲袂听。你若唔替家己想哦，嘛替别人想一个。你看，人恁大兄人因哦。我袂，你讲煞袂，出去啦，出去。阿爸，你的身体也无啥爽快，你先歇困。有啥物事，咱两工再讲吼。感情这行到这应该散，我无欠。阿爸，伊是我斗阵的，甲我同齐来。你出去啦，你徛咱遐做啥？大爱，歹势哦。有啥物话两工才讲吼？准儿啊，古钱已经打去啊，我无故事通讲互阮囝孙仔听了。你放心啦，我会叫人来乌迄个古井，甲乌较深的，水就会出泉。古井若要出泉，我嘛看袂到。准儿，我真希望你会当紧脱离开黑社会生活，安居起来，娶某生囝。我嘛看袂到。爸，会啦，会啦，你一定看会到的啦。阿爸，只要讲你身体顾好用，有一天你一定会看到我娶某生囝。到迄时阵，你才去带去姑这边讲故事给恁遐孙仔听，吼。准儿，若无看你脱离开黑社会生活，阿爸希望都唔忘记。阿爸，你莫讲遐尔多啦，身体顾用较要紧。
这行到这，应该煞我无欠。我老爸已经过世呀。嘿，我是真假啊！海亮亮，我在那边不知是要安怎啦？阿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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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爸。梦啊等啊等，等无心爱尽日光。杨哥，注意啊，风抓到啊！真是，真是的，千金万卡。我跟你讲，你去通知干部，掩来开会。明仔载再通知国家头，我要来宣布，宣布我是菜市仔口新任的龙头。你去了，有杯水来，我这个水打。哇，老的咧，你讲其他叫我提吹大声！你知影恁爸等一工等偌久无？恁的专工安排你做伊的身躯边，你叫人牙膏甲无去？大，我都咧啊注意，啊免知影这个老狐狸哦，用这部调虎离山给咱选去啦。这个情况嘛，哎，阿蜜，怎么还在这儿？都下班了，还不走？我该走。拜拜，拜拜。阿米啦，对。对，这是这就是一个秘密的所在，我头一个带你来。阿米啦，
迄天哦，我来要求你离开准义啊，要是嘛又搁要来要求你来解救准义啊，实在是真歹势。要安怎救伊？迄天恁伫咧文楼的门口口啊，还坐迄台计程车的司机哦，我已经找着，伊会当来替恁做证，讲恁两个斗阵伫咧。阿妹啊，你是毋是愿意来替准义来做证？我当然愿意。不知听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深深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。笑笑一句，虽然若无看破会当安怎？无情人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来，嘛使好担，不通留我伫予担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。